台化中油的二接进前告终哦，险啊失电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表示讲，主要是安全系统有一个零件歹去，影响到运作。为了增加备援系统哦，三接按算会伫2025年的6月起好。王美花嘛指出讲，今年的经济下半年会愈来愈好，而且电力消费会成长2%哦。嘛望讲今年的再生能源会当占1成，稳定供电。针对中油台中接收站2接21号发生断气的事故，差1点造成停电，引起外界烦恼供电有问题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这件代志显示中气、燃气北送的长期问题。除了2接设备改善、设计修正，嘛要紧甲3接修好。3接的部分盖好的话，那么这样可以有多元的供应哈。所以3接我们现在表定的时程是2025年的6月以前哈。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中油这边还可以加紧，看能不能提早来完工。王美花讲，3接起好就会当供气多元，嘛会当有备援的机制，对稳定天然气供应有好处。是讲对台湾能源的议题，王美花嘛讲，今年的台湾经济会一季比一季更较好。为今年开始预估电力的消费，一年会增加2%，希望再生能源的部分会当提升到10%，来稳定供电。是讲再生能源内底，参像太阳光电的正电都面临农地取舍挑战。但我们面临到农委会这边在农地取舍方面的这个困境。毕竟农业是肉体粮食，但是电力也是精神粮食。今天再生能源的需求并不是业者的需求，可是台积电需求，是企业需求，是国家需求。经济部进前有列定发展区的政策，配合放任农牧用地限制，所以引起民间团体也有学界的反对。希望等甲社会充分讨论了，才阁修法。王美花讲会努力协调来稳定供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